大家好，我係水晶姐姐，今日帶大家睇一間位於 Elgin Mills 同 Victoria Square 交界嘅全新豪華獨立屋。呢度唔單止環境寧靜，最正係屋後有無敵嘅 Ravine 森林景觀，私隱度極高。屋主豪宅超過25萬做 Premium Upgrade， 全屋鋪設咗8寸闊嘅高級實木複合地板，配埋設計師燈飾同埋內嵌式燈帶，每一角都散發住豪宅氣派。最令女主人心動嘅一定係 Self-Inspired 廚房，有超大雲石 Island 同埋全訂製櫥櫃，而 Family Room 嘅落地玻璃火爐設計更加係成個空間嘅視覺焦點。上到2樓，樓底足足有9尺高，主人房更誇張，擁有10尺高樓底，配埋6件式豪華浴室，所有房都配備咗全訂製嘅 Walk-in Closet， 收納空間非常實用，連個 Basement 都係專業裝修。有獨立廚房同浴室，無論做 guest suite 定收租都咁正。呢種質素嘅全新屋真係可遇不可求，想親身感受下呢份豪宅氣派，快啲打俾我水晶姐姐預約睇樓啦！